这个场所听到诗词的吟唱哈，所以今仔伫遮较特别，要带来是3首唐诗。那这个唐诗呢，都是对古早传过来非常经典的诗哈。第一首要带来是《中间行》，是中条崔和伊所写的哈。这首诗真趣味哈，伊讲我用闽南语哈。他说：“君家何处住？君家何处住？”就是想要一个小囡仔哈，问这个帅哥说：“你到底在啊？君家何处住？”然后跟伊讲妾住在恒洞，我住在横塘这个地方哈。然后天船讲驾文，他就把那个本来是坐船啊，讲准小停一下哈，借问一下哦。反正咱是共故乡的人，客乡是同乡。嘉陵九江水，来去九江切，都在九江这一带活动哈。东西中间林，成效不详细哈。如果讲咱今仔伫咧坐车、坐火车的时阵嘛是小度讲，唔知你为倒位来的意思安尼哈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首先带来这个《长干行》。车住在恒洞，天山渐渐稳，越乡是东乡。嘉陵九江水，来去九江前。东西中间林，成效不相像。豆腐的诗哈，或者曲江哈，豆腐伊住伫个曲江遐附近哈，伊就写这首诗，那可能大家会当把握一个时间呐哈，春天的时光哈，那它是一个比较乐天的一个雕回弟弟等春衣，每天呢他就把他的衣裳拿去做什么？摕去换酒哈。雕回日日等春衣，每日工条尽水归哈。酒醉心上行处有，人生70古来稀。这句人生70古来稀非常的有名哈，大家就是这一句就是从杜甫的诗来的哈。所以就是酒醉心上行处有，表示啦伊嘛交袂真快嘛，所以欠酒醉嘛袂要紧哈。酒醉心上行处有，人生70古来稀。那一到了这个曲江的边啊嘞，哇，这个风景这么水哈，就是这个我看一下，川花叠叠青青现，点水千田，款款飞就夸夸飞哈。传语风光共流转，暂时想想莫相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可不可以甲迄春天来参详一下哈？你会当个留咧互阮欣赏，莫遮尔紧春天就过去安尼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吟唱这首《曲江》。雕回日日等春意，每日工条尽水归，酒醉心上行处有，人生70古来稀，传花叠叠青青黑，点水千田款款。哇！就哈要带来，我是赶快豆腐所写的诗，叫做客字哈，克制，就是他在他的好朋友要来拜访伊哈，所以伊的心情感觉真欢喜，所以他写了这个克制哈。那一开始嘛是形容伊所住的所在哈的风景哈，下南下北皆春水，但见君友日日来，花径不见缘客色，
哇，他好像还不曾为这个客人扫过地，所以他真的很欢迎他，很开心，所以伊的这个为这人可以来扫涂骹，鸿运金树为君开，今仔只甲门拍开吼，欢孙起万如严离，因为他们家离它增咖嘛，就变成因为才会有这么多的风景哈，这么多的水鸟，离市区就远诶，所以讲啊，嘛真可以提供阮兜的离市区较远，所以我无法度传足济酒菜哈。欢孙起万无咸味，纯酒加冰，只有摆哈，只有这个旧的酒通啊请你哈。然后如果天雾你也愿意甲我的厝边隔壁哈来啉一杯啊，安尼了就隔着篱笆。跟离好处，哈，就请他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干杯，啊，表示讲伊甲厝边头的感情嘛真好，甲欢喜一个人就来啊。红。